咱先来讲今仔日的主题啦，就是看电影学台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咱讲台语的主持人阿峰，真久无甲大家见面啊！你是毋是搁出国亲做去啊？一开始就讲这外语电影上重要一个物件就是在地化。南北二路的腔口，在地有在地的讲法呢，毋是敢若看到资料才爱标准化的物件。咱今日要看的这出，就是这个天桥顶的魔术师，毋是变身啊哦，迄是另外一种行业。迄敢是行业哦？天桥顶的魔术师啦，咱讲大吼，伊是即个吴明义老师伊写的一本小说，即马真清真红哦，因为伊内底吼有真侪咱即个70年代的记忆。你敢有看过这本册？好啦，先莫讲迄，咱先翻头转来看即个影片。即个影片内底吼，又开足侪成本、时间甲精神伫咧起造即个景，就是为了讲要甲咱带转去较早迄个时代。安尼吼。这件代志吼引起了足侪人的注意。较早迄个时代吼，嘛有用足侪台语。咱就做伙来看讲，即出片内底有用着啥物款的台语。咱做伙来看这段。最爱食金纸嘞！我不要吃。这小贵呢？咱头片内底有看到讲金线链的小贵的呢，是贵甲小气吼，毋是。伫咧咱这次文化少年辈内底有咧用着讲，这小趣味、小好耍、小大碗、小大机的，就是一种足超级的意思啊。这吼嘛无分讲是下港啊，是南部迄种地方的腔口，像阮台北大汉的这种台北囡仔。阮较早嘛是讲，这哪会遮险？小险的啦，就是讲足的意思的一种超级的意思。这是形容词。咱嘛有另外一种用法是动词。我讲迄个咧讲小猪哥，手创作讲头毛，还是讲咧形容讲一个人足咸、足当生的。这个人小屁脸有够计较的安尼。这是一寡咱小的用法。咱做伙过来看后一段。遐臭屁吼，停电视吼，你真错啦啊！你想怎样？大家还会记这个电影无？这是2012年的顶头，嘛因为这出戏，互足侪人重新过来认捌这个顶头的文化。内底这个小鬼啊，伊嘛是真认真的艺人啊，伊内底一个戏内底这出，你真惨嘛，伊这个真惨吼。毋是讲，毋若干那讲伫咧内底甲唱声讲，你真请赢嘛，你真嚣摆嘛，即种用法，其实伊嘛是有一种是一个较我正面的词啦，就是讲，我迄天去看到迄个人的穿插有够惨的啦，也是讲，咱看迄个什么品牌新出的物件，看起来有够惨的啦，就是讲一个人的行为也好，还是讲外表，就是足前卫的迄种迄款意思啦。好，安尼咱煞来过来看顶头的后一段。够啦，呛，搁会呛到上电视。拖咧影片内底有看到讲，呛甲上电视有无？因为呛是咧讲咱弄过迄个咚呛，迄种呛。毋过咱伫咧少年辈这个文化内底咧讲到这个呛啊，其实佫有另外一个意义啦。毋是讲偷摕物件迄个腔是讲伊即个出牌，还是讲做代志拢无符合着一般人的理路甲常理，落去想落去做代志安尼。就讲即个人有够腔的啦。若咧讲一个人腔毋是讲伊骹手无生气，是咧讲伊即个人做代志无照理路，有当想到啥做啥，想到啥讲啥安尼。腔就淡薄仔讲，即个敢若较袂当放心迄种感觉啦。另外一个，咱会去想到是经。你若去讲到经有无？迄嘛毋是咧讲正经的迄个经，其实是感觉讲，这个人伤过细腻，放无啥会开，还是讲一件代志，咱做起来做会到的，
足困难的，毋是安尼简单。这有够紧的啦！伤紧啊！我这无啥记载，伊无啥会调。类似安尼讲法安尼。今仔日吼，咱做伙看这个电影啊，有学到真侪生活中的用词吼。其实吼，咱这个电影啊，有足侪拢是甲咱生活当中有关系。有一寡词嘛是会较接近讲咱生活中会去用到的。你若是感觉讲咱做伙看电影，安尼真趣味有无？会记甲咱起赞助文答文章，迄个通知的梁啊，甲起落。你个出国亲做无？这反射真歹讲咧。咱讲大来讲，风的，你哪会遮久无出现安尼吼？嘛是因为讲前一阵啊较无闲啦，较无闲的时阵拄好就是有一群对台语足有心的少年人因为感觉讲嘛想讲要来为台语做一寡代志安尼，我讲安尼嘛好。虽然讲因的台语咱听起来时阵毋是讲介顺啦其实我嘛有收到足侪批。拢叫我讲主持人的台语有哩哩啦啦啊。毋过我敢翻头讲大来，就讲我也袂甲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回应啊。阮拢有斟酌去甲看，去甲想讲，这问题是啥物款的问题？伫咧遮统一甲大家讲一个回应，就是其实咱会感觉讲这个少年辈台语无好，其实我感觉这上大的责任是咱这阵会晓讲台语的人的责任，就是因为咱讲了无够，做了无够，就是因为咱。讲了无够济，因无所在通学，无够遐根本，通知影讲我即句话要安怎讲，爱什么款的声调，爱什么款的开口。所以咱有看到做拍拼咧讲台语的人，因台语无够好，咱爱做清楚知影讲，这是咱遮会晓讲的人的责任，甲因遐无关系。而且佫想一点是讲，因台语就遮尔歹啊，佫遮尔拍拼讲，咱遮会晓讲台语的人，台语是母语的人。是安怎毋加讲一寡？这是一个出发点来去看这件代志。佫有另外一点就是讲，有当下拢伫咧台语课仔内底、教分站内底，咱这个环境讲台语讲了安怎都安怎。毋过其实事实上，咱这个课仔外口面的少年人，因台语的程度即马剩啥物款？所以讲，我感觉伊嘛真有心啦。台语无好，搁去街仔路顶悬去共访问，啥物物件安怎讲？台语伫咧咱的社会日常事项当中，伊搁剩偌济野。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新的角度所以讲有当咱这个节目顶看到一寡少年辈的主持人入来有无？其实就是讲咱会当用一寡少年人的角度去创造出更较侪讲台语的环境。台语个人，我一个人更较敖讲，更较安尼侪知识，还是讲腔口更安怎水，迄拢是无路用的。因为语言来讲，伊是一个群体的意识，伊是爱一群人落去讲，才有一个意义。好啦。咱即摆就来画一下咱即个节目上重要的精神啦，就是你讲台语，我讲台语，阮讲台语，咱讲台语。